第13课，耶稣予5000人食饱。真侪人去听耶稣讲道理，真侪人去讲也听耶稣讲道理。耶稣的学生甲耶稣讲：这是旷野，这个人无饼通食，你就叫因转去。耶稣讲：恁互因食饼。学生讲：阮的饼无够，饼无够，安尼要安怎互因食？饼无够，安尼要安怎？耶稣问讲：恁有几块饼？学生讲：阮有5块饼，2尾鱼。耶稣讲：安尼有够，咱通用5块饼、2尾鱼互因食。学生想，5块饼、2尾鱼无够互啥尼侪人食饱？真侪人甲咱伫旷野，5块饼、2尾鱼无够通互因食饱。安尼咱要安怎互因食饱？学生摕5块饼、2尾鱼互耶稣，耶稣感谢上帝，耶稣感谢上帝也掰饼，伊感谢上帝也用手掰饼，伊感谢上帝也掰鱼，伊感谢上帝也用手掰鱼。耶稣甲学生讲：爱摕饼互众人，学生摕饼互众人，众人在食饼，学生摕鱼互众人。众人在食鱼，因拢食饱。学生看5000人食饱，因看5000人食鱼，5000人拢食饱。5000人感谢耶稣，5000人拢食饱。5000人听耶稣。看马可第6章第34节到第44节。